欢喜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月11，旧历的11月28，礼拜一。这个早才来出现着大日头，温度小可回转来。今仔日阁有寒流到位，北台湾会愈暗愈冷。等过这个尾暗了后，就会降到9度到10度。中南部甲花莲台东嘛会感受到寒意，局部地区有机会落降到10度以下。这波的冷空气有来带水汽，到明仔载的日时就会转大冷。拜三的透早，因为辐射冷却的效应，西半部甲东北部有可能会降到6度。拜三的日时就会慢慢回转来，但是到拜六，阁有另外一波的大陆冷气团的到位，天气会阁来反冷。真无简单，才开始阁变温暖，无想到一透早阁开始变寒。在好阁有冷空气，而且是寒流。目前气象局已经针对全台湾1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，有可能出现6度以下低温的柑仔色灯号，包括双北市、基隆、通园、新德县、苗栗县等等。新德市中南部地区高雄、连江会有10度以下黄色灯号，不过要甲大家提醒，即马也毋是上悬时阵。这波寒流的冷空气的强度，预计在周2到周3清晨是最为明显的。预计在西半部以及东北部的低温还会进一步下探到6到9度左右，而在花东也约只有10度、11度左右的低温。这波冷空气阁会有真侪水汽，关山嘛落雪。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都是有一些机会出现降雪的。北台湾在1500公尺以上的高山，在气温跟水汽的条件配合之下呢，从今天的傍晚一直到明天清晨，都是有机会出现降雪的。拜三日时开始，气温才会较回。拜六阁会有另外一波冷气团落南，天气阁会开始变寒。提醒大家，未来1礼拜拢是真寒的天气，一定要穿好少。